还在为挑选父亲节的礼物而烦恼？来 Greenfield Golf， 我们丰富的经验将为您挑选到合适的高尔夫球杆作为节日礼物。我们代理各种亚洲人喜爱的品牌，如 S-Yard、TaylorMade、Williams、Ping、Yamaha、Mizuno、Yonex、Titleist、Callaway。我们就在7780号 Woodbine Avenue、Markham Ontario， 电话905-946-1730。政府同埋公私營醫院經過2個月商討，就減收非本地孕婦達成共識。出年香港公立醫院產科只會接收3400名非本地孕婦，比舊年接收萬幾個大幅減少。如果產科服務飽和，就唔會再接收非本地孕婦。至於另外10間私家醫院，出年會收31000個非本地孕婦，比今年33000個嘅預期減少大約7%。而現階段寶血醫院仍然同埋當局商討配額，未有共識。由今年9月起，當局會同埋公私營醫院提供2款確認書，上面會有孕婦嘅個人資料、主診醫生嘅姓名同埋聯絡、孕婦產前檢查嘅日期以及預約醫院確認書等資料。非本地孕婦入境嘅時候需要出示，方便衛生署掌握情況。呢方面嘅數字都係增加緊嘅，咁我哋亦都睇到咧，係呢個係我哋一定要處理嘅問題。咁我哋亦都可以喺度再即係嚴重咁樣呼籲咧，就係任何人士如果佢哋係冇作任何即係產前嘅檢查，冇任何嘅即係產前檢查嘅記錄咧，如果佢貿然去到就算係最好嘅醫院嘅話咧，嗰度啲醫生護士咧都未必一定可以即係正確咁樣嚟處理佢嘅生產個過程嘅。咁呢個對於佢自己嘅健康又好，對個嬰兒嗰個健康咧都有好大嘅影響嘅。咁我哋亦都係見過一啲即係所謂災難性嘅個案喺呢方面。至於有中介公司聲稱可以協助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政府只會嚴厲處理。我哋一定要即係喺呢方面咧係注意到嗰啲產科醫生會唔會受到一啲中介人嘅影響咧，係作呢方面有啲商業嘅交易嘅。而喺我哋個醫務委員會嗰度咧，係唔容許任何嘅醫生咧喺呢方面咧係有呢啲類型嘅交易嘅。咁所以如果我哋發覺有呢啲問題咧，我哋係會嚴厲咁樣處理，亦都會即係要求咧醫院咧係即係會申報。過往公私營醫院對於釐定接收非本地孕婦嘅限額一直冇共識，而家政府終於定出限額，公私營醫院都認為削減幅度合理。公立醫院產科服務關注組就話，過往超收非本地孕婦嘅情況嚴重，認為名額大幅減少可以解決人手問題。我哋相信咧減咗大概1萬個名額度啦，咁有助舒緩兒科深切治療部嗰個嘅壓力。咁樣亦都另外咧係可以幫助到產科服務嗰個安全性啦，亦都可以幫助到嗰個培訓啦。至於私營嘅仁安醫院就話，佢哋原本預計接收非本地孕婦嘅減幅係1成，而家減收7%，認為係可以接受㗎。又指近期本地孕婦嘅預約增加，可以填補內地孕婦方面嘅收入。我舊年64%啊嘛，所以今年我哋計嘅條數應該呢就大約係60% 度。咁我哋明年我哋打算明年再係將呢個減啲呢嘅話呢，咁我哋應該係會係大約係55% 到國內嗰啲。因為你啲生意咁，我哋有翻本地嗰啲本土嗰啲噶嘛，本土嗰啲噶嘛。咁你嗰個，而且譬如話我嗰啲病床，亦都可以。而家其他嘅科目嗰啲病床都係好吃香。佢又話：如果政府能夠盡快投放更多資源同人手，照顧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同埋產科嘅需要，未來可以再調整內地孕婦嘅名額。蔡一傑抵達東區裁判法院等候判刑，佢冇回應記者提問。3日判刑喎，有咩感受啊？會唔會驚監禁啊？
佢嘅辯護律師求情嘅時候話，蔡一傑冇刑事記錄，只係交過6次交通定額罰款。署任主任裁判官杜大衛話：幸好事發當日係公眾假期，現場冇其他車或者途人，冇造成傷亡。鑑於被告初犯，體內酒精含量超標3倍唔算高，判處社會服務令160小時，就不小心駕駛罰款2000蚊，酒後駕駛罰款1萬蚊，停牌。案發喺上個月1號清晨，被告蔡一傑揸車到薄扶林沙宣道嘅時候，失控鏟上行人路，撞毀路邊鐵欄、油箱同埋消防龍頭，再衝前近200米。警方其後為佢進行酒精呼氣測試，發現佢體內酒精含量超標3倍。被告陳志雲、思潮公司董事叢培坤同埋無線電視前市場及營業拓展主管陳永宣繼續到區域法院應訊。思潮接待員郭明珠喺作供嘅時候表示，公司曾經開出一張付款通知單俾新濠，支付589萬作為09年無線台慶活動嘅費用，當中520萬係無線嘅製作費，其餘69萬係思潮嘅收費。不過新濠只係俾咗575萬幾蚊，扣除新濠曾經為思潮墊資嘅費用，仍然欠思潮58000幾蚊。思潮公司所有嘅證人都作供完畢。最近同中國喺南海有主權爭議嘅菲律賓，下個禮拜二會同美國喺菲律賓西部嘅蘇祿海水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蘇祿海接近南海，喺呢個敏感時間演習，好明顯係向中國發出美國同菲律賓軍事同盟嘅訊息。喺演習之前，菲律賓外長羅姆洛就到咗華盛頓，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會面。羅姆洛話：菲律賓係唔會放棄南海嘅主權，已經準備好採取措施對抗侵略行動。菲律賓為咗保護喺南海嘅權益，係需要美國嘅支持。希拉里就話：美國係反對使用武力或者係威嚇，促請涉及主權爭議嘅國家透過外交途徑解決紛爭。美國係會承擔保衛菲律賓嘅義務，必要嘅時候係會提供武器。菲律賓由馬可斯總統時代開始，歷任總統都同美國保持盟友嘅關係，至今接近50年。1992年，美軍由菲律賓嘅蘇比克海軍基地全部撤走，結束咗美國喺當地接近1個世紀嘅軍事影響力。美國喺南海地區已經冇一個作戰嘅基地。今次美國借南海爭議，不斷有重返亞洲嘅動作。中國日前就警告美國唔應該渾水摸魚，插手南海爭端，以免令到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國際能源署宣布，連續30日平均每日向市場投放200萬桶原油，係自組織成立37年嚟第3次動用戰略石油儲備。對上2次分別係91年波斯灣戰爭以及05年颶風卡特里娜重創美國之後。國際能源署總部設喺巴黎，有28個成員國，幾乎全部都係發達國家。組織會密切監察國際原油市場嘅動向。佢哋今次罕有咁出手，係基於另一個組織——石油輸出國組織嘅成員國利比亞局勢動盪，當地石油供應幾乎中斷，國際市場原油供求緊張，威脅到世界經濟復甦而出手，幫助縮小石油供求差距，直至到有足夠石油供應市場。不過有分析就話，環球經濟放緩，油價已經回落，以發達國家為主嘅國際能源署冇必要動用儲備，認為係由於以中東石油國家為首嘅石油輸出國組織唔增加產量，令到國際油價長期高企，一眾發達國家感到不滿，所以先至動用石油儲備。